鸦片就很爱4个时节，过4个时节，当礼拜都会落个地方。其实这一片草地是一个槌球场，但我们那时候4个时节，当到过4个同学啊、朋友啊，就会想讲，亚美离爱得较群，所以我们每个礼拜6日都会来这边集合。从一开始的，我们每个人准备手套、准备球。一口一4个时节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垒包，所以人又少。我们在准备打击或者是投手球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自己带一个纸板，或者是自己用手套当做垒包。记得太假青熊会周给出黑投手，那有时候会比赛嘛，所以大家很想要当投手，先发投手，或者是旁边就是中继后援投手在准备的区域，真的就跟球赛是一模一样的。